长哦，一都唔掉嘞。好，来。芒果果，and some 火龙果 or no？火龙果 no， 先做优奇优饼嘅粉酸饼。Fresh mango shaved ice。哇，可以了，好食嘛？ Voila！ 好嘞。睇嚟哦，優奇優餅嘅芒果冰。哦，我们刚做了一个芒果冰。 OK， 好吃。快点哦！我们教你讲很好吃，叫董后生。浓厚生。好，你吃看看。后生嘛，浓厚生。哎，董。谢谢。谢谢。等下赶快再来做一碗，因为我看那边应该客人又要过来了。对，来，而且天气这么热，就是要吃 fresh mango shaved ice。冲！哦，你看起来越来越专业吧，越来越专业。做，所以这个是 mango。mango，OK。Yes。OK， 最后加炼乳。哦，好嘞。 And voila。 OK。我要一碗芒果冰。好了，来，你要一碗芒果冰吗？你们好吃哦。优饼优勇的粉酸饼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那再帮我多推荐一点人过来买好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老板，你们有什么？哦，我们有火龙果冰、 Mango。粉酸饼，可以综合茶呀吗？。综合可以呀、可以啊，火龙果，感觉很新鲜哎。我们早上才去市场买的，还有芒果，来吃看看。好什么？要优奇优饼的粉酸饼， Mango shredded ice。好什么？就是客家话的好不好吃？哦那我说 Delicious 好什么？你就讲好吃就好生， OK，好什么？后生好生，delicious。 ，delicious，哈哈，谢谢，拜。拜拜。哇，看起来很成功哎！哎，了身份喽！哎，了身份喽！芒果冰、火龙果冰，優奇優餅嘅粉酸餅，到好食咯！ I love eating fresh mango shaved ice。火龍果冰咩唔會茶？对啊，两种都很好吃。